前考试院长柯水德昨下晡过身，享基寿91岁。今仔日，国民党党主席江启臣甲前主席朱立伦拢到这个柯水德灵堂去念香致敬。不论我担任立委、担任县长、担任副院长，或者是在新北市或在党徐院长，都给我鼓励非常的多。他的为人处事、水车哲学，都值得我们从政的后辈后学来效法跟敬重。所以对于他的离开，其实我们都觉得蛮突然的。前考试院长柯水德是国民党的大脑，即马过身啊，国民党对这个代志感觉真唔甘。现任的党主席江启臣甲前这个党主席朱立伦，为因沉重的心情、沉重的表情，都显示讲，这个敬重是大的过身，对因来讲是有偌沉痛、偌伤心。